大家好，又係我金融科技資產管理界嘅林寶儀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啦。今日我哋繼續講熱門嘅對等關稅問題啦。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對等關稅作為籌碼，意圖扭轉貿易逆差，觸發全球股災。今日嘅恒指收市跌咗3021點，失守2萬點關口，成交急增至6200億。特朗普仲話個市要食藥先搞得掂，到底要食乜嘢藥呢？不如我哋睇返美國以前嘅關稅個案，睇下有冇乜嘢玄機。首先，我哋講返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 （Smoot-Hawley Tariff Bill）。大蕭條初期，美國國會通過該法案，將2萬多種進口商品關稅提升至歷史最高水平，平均稅率達至40% 以上，影響全球貿易崩潰，引發40多個國家報復性關稅，導致喺1929到1933年間，美國進出口暴跌67%，全球貿易萎縮66%，加劇咗大蕭條。美國失業率從1929年嘅4.6%飆升至1933年嘅25.1%，工業生產減少咗55%，導致國際關係惡化。加拿大、歐洲等國轉向區域貿易協定，削弱美國喺全球經濟中嘅領導位置。第二次嘅關稅個案發生喺1897年嘅丁尼關稅法 （Dingley Tariff Act），背景喺共和黨總統麥金萊 （William McKinley） 簽署該法案，將平均關稅提高至52%，旨在保護美國嘅工業。之後有咩影響？短期繁榮，美國製造業同埋農業獲得保障，經濟一度增長，但進口商品價格飆升，消費者負擔加重。事件引致長期爭議，後期麥金萊本人轉向支持自由貿易，承認商業戰爭無利可圖。下一個關稅個案發生喺1971年嘅尼克遜 Richard Milhouse Nixon 嘅進口附加稅，背景喺當時美國面臨通脹、財政赤字同黃金外流。尼克遜宣布對所有嘅進口商品徵收10% 附加稅，並暫停美元同黃金兌換，歷史稱之為尼克遜衝擊。這次事件帶嚟嘅影響，布雷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動搖，美元貶值，國際金融市場混亂，盟友對美國單邊行動非常不滿，貿易夥伴反制，歐日等國採取報復措施，加劇全球貿易緊張。呢次事件我哋睇到尼克遜嘅進口附加稅雖然短暫緩解咗美國嘅貿易逆差，但最終導致咗滯脹。金融市場動盪同盟友關係緊張，成為咗1970年代經濟危機嘅催化劑之一。呢一次歷史教訓表明，單邊嘅貿易保護政策往往適得其反，可能會引發更廣泛嘅經濟衰退。喺度注解一下，布列頓森林制度係咩制度呢？喺1944年7月到1973年間，世界上大部分嘅國家以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中心嘅貨幣制度。下一個案例就係被評為被打臉歷史嘅小布殊鋼鐵關稅。當時有保護衰退嘅鋼鐵業，美國對10類嘅鋼鐵產品加徵最高30% 嘅關稅，為期3年。嚴重影響咗下游行業，汽車、家電等依賴鋼鐵嘅企業成本飆升，損失大概20萬個崗位，遠超過鋼鐵當時嘅就業人數。到最後 WTO 裁定違規，歐盟、中國等訴諸 WTO 爭端機制，美國被迫提前取消關稅。終於都講到今次嘅貿易戰始於2018年，直到而家。特朗普時期嘅關稅戰，當時開始嘅背景，特朗普以公平貿易為由，對中國、歐盟等加徵關稅，涉及鋼鋁、汽車、科技產品等等。暫時我哋見到嘅影響就係全球供應鏈動盪，企業被迫調整生產佈局，但製造業回流效果有限。
消費者成本上升，美國家庭年均支出增加大概$1700 ，GDP 增長預期下調。受到多國反制，歐盟、加拿大等對美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削弱美國出口。今日我哋總結一下，睇返歷史，美國用加徵關稅政策已經唔係第一次，清楚睇到保護主義政策往往導致貿易夥伴不滿同報復。進口商品價格及 CPI 飆升，消費者負擔加重。除此以外，全球供應鏈繚亂，不但有可能引起大蕭條，亦會損害本國經濟，引起全球經濟，造成貿易鏈大混亂。關稅戰適得其反，害人害己。希望經過周旋磋商，能夠盡快達成協議，取消瘋狂關稅。否則受惠嘅都係某些受保護嘅商家，但引致物價高漲，受苦嘅都係普羅大眾。如果你對於瘋狂對等關稅有咩想補充，歡迎留言討論。感謝你嘅 Like、Share 同埋 Follow。下一次我哋再探討其他特別嘅主題啦。下次再見，拜拜。